少爷，舒服吗？舒服。重点。往下点。吐。嘿嘿嘿。少爷，吃个糖，后山刚摘的，可甜了。甜不甜？甜，不过没有我家月儿甜。少爷又拿奴家开心啊！穿越到这个世界已经16年了，本想着修炼成大帝就能破碎虚空重返地球，结果系统加载卡格到现在都没激活，别说成大帝了，我现在连个外门弟子都混不明白，我真是没招了。系统再不来，我就只能下山去卖红薯了。妈的，这狗东西又来勒索我！哎呦，虎哥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呀？吃果子来，我吃你大爷！少他妈废话！灵石，这都几号了？不打算上供了是吧？赵师兄，这个月的零食都已经交过了，你还来干嘛？滚一边去！小丫头懂什么？虎哥，苏，小的给您准备了个绝世大宝贝，特意给你留着呢。大宝贝？啊！你个穷鬼，你有什么大宝贝？嘘，等着，等着。得亏老子3天没洗澡，这产量够足。虎哥，您上眼，这是我祖传的9转大力金刚丸，吃一颗立地突破，心墙不倒。小的特意给你留着。9转金刚丸啊，软软的，还有点热乎。哎呀，这不刚解封吗？热乎劲儿还在呢。这时候服药，药效最猛。哎呀，这味儿怎么有点酸呢？这还有股馊味儿，拿泥来恶心老子是吧？虎哥，这才对嘛！良药苦口，神丹未馊，这是经过7期49天发酵而成的，适合你。那这根毛啥意思啊？虎哥，这是龙须草的根，要引子，大补啊！我补你大爷！这就是你身上的泥，拿老子开涮是吧？我少爷！呸！你个骗子！你敢用你身上的泥来糊弄我是吧？虎哥，消气！一边去，闭嘴！来啊，把他家所有值钱的东西给我搬空！别搬，虎哥！别搬！都消气，咱有话好好说，虎哥。这我少爷唯一的家当，你不能搬！你不能搬！哎呀，刚刚没注意看呐，这还有一个美人坯子！哎呀！虎哥，我也是美人坯子！少爷，拿泥来恶心我是吧？行啊，那老子就拿这个小美人来抵债。少爷！小妹妹，跟着这个人有什么强的？虎哥，哎呀！不如跟着虎哥啊！以后虎哥帮你吃香的喝辣的，来让虎哥抱一下。别抱我！少爷救我！赵虎，我去你妈的！大哥，没事吧？给脸不要脸是吧？你也配跟我动手？少爷！废物就是废物，你在这装什么硬汉啊你？来，给我打他！不要！小美人儿，小美
检测到宿主遭遇生死危机，且呼气心切，符合激活条件，天生命格系统已激活。本系统可查看所有人隐藏命格、近期剧情，并截胡他人机缘。能看剧本还能抢机缘？你大爷的！老子的系统终于来了！破局提示：宿主正面临生死危机，赵虎怀揣2品聚气丹，成功截胡丹药即可破局，并触发万夫暴击。苏连月9天10地第1女帝转世，极度旺夫。我操！女帝转世，何州养了16年的童养媳是天命女帝，还能这样旺夫？你敢瞪我？看来刚刚那一拳打轻了。你们俩把他手脚给我打断，让他像狗一样的在地上爬。慢着！赵虎送财童子近期转折，极度易怒，若被言语激怒猛冲，将在3秒后踩中桃子滑倒，怀中聚气丹掉落。想废我？我先废了你。系统说赵虎此人易怒，那我就激怒他，赌把大的。赵虎，你是没吃饭吗？我没力气，有种你就踩死我！你想死，老子今天就成全你！不要！就是现在！我的聚气丹那是给长老的，快给我抢回来！想抢晚了！我的聚气丹那可是我的全部身家！少爷！少爷！少爷！蠢货，那可是2品仙丹，你居然一口把它吞了！好啊，好得很！我就在这儿慢慢的看着你爆体而亡。不要，少爷，你要是死了，月儿怎么办？月儿也不活了。不要死！月儿不活，为了你，我绝对不会死。糟了，药力太猛了，身体要撑不住了，系统救命啊！检测到女帝转世，情绪剧烈波动，触发极度旺夫被动物主效果。女帝本源气血反哺中，正在强行镇压狂暴药力，正在重塑宿主经脉。月儿的眼泪居然可以中和我体内致命的药力！给我跑！断体石丑终于成了，断体石丑终于成了。你没死，断体石丑，这怎么可能？赵虎，刚才打我打得爽吗？楚墨，你别过来！我是内门弟子，你敢动我？刚才你不是要废了我的手脚吗？啊！这一拳是还你。这一盘是替月儿伤你的。这一盘是我伤你的。怎么？垃圾！恭喜宿主绝境反杀，霸气护妻，触发旺夫暴击奖励，获得顶级建议感悟1份。这就是建议感悟，居然这般强悍，不仅突破了，还掌握了如此杀招，这就是旺夫词条的效果，太爽了！月儿，没事吧？以后谁再敢动你，这就是下场。少爷，你没事真好。没事儿。混账！何人安敢在此行凶？舅舅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是楚墨，楚墨这小子疯了！
他不仅偷吃了我给你准备的聚气丹，他还把我打成这样。你看我这脸都毁容了，这都。放肆！出没！你这个外门的人，竟敢殴打内门弟子，还敢抢夺丹药！按照宗门律例，废除你的修为，赶出圣地！他放屁！明明是他先抢的人，还挑衅我家月儿，我这叫正当防卫。还有，这丹药明明是掉在地上，我捡的，怎么能叫抢的呢？捡的，捡起来就是你的，你当这是什么地方？是菜市场吗？先废了你的修为，再扔到思过崖上去喂狼！来人，给我上！你们不要！你们不要长老，长老，月儿都是月儿的错，都是月儿的错，要罚就罚我吧，求求你了，长老。还有你这个祸水，既然你这么想陪着他，老夫就成全你。少爷，老东西，拉偏架是吧？同学竟了不起，想让我跪，门儿都没有。姓名：王刚，魔教卧底，命格：道貌岸然，晚节不保。近期转折，腰间储物袋内藏有一枚魔煞珠。我操，魔教卧底，玩的那么花。骨头还挺硬，老夫今天就让你看一看，是你的骨头硬，还是宗门的规矩硬。老夫今日废你的修为，断你的经脉，让你生不如死。不要！月儿，长老，求求你，跟少爷没有关系，你要罚就罚月儿，求求你！滚开，小贱人！月儿，等我废了这厮，就把你卖到山下的窑子里去。老狗，你敢动他？哈哈哈！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在这里我就是规矩，一个小小的蝼蚁也敢跟老夫叫嚣。舅舅，你跟他废什么话呀？直接废了他！我要亲手敲碎他的骨头。系统说魔煞珠受到杀气刺激会解放，这老鬼现在杀心还不够，还得加把火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规矩，好一个宗门长老，好一个名门正派。你死到临头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可怜，我笑你可悲。堂堂一个宗门长老，不过是他赵虎手中的一条狗。你让你咬谁你就咬谁！小畜生，你敢侮辱老夫！怎么被戳中痛处了？你这么想杀人灭口，是不是怕我说出你和赵虎私吞宗门资源，强占女弟子的事情？你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不配穿这身长老服！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老夫今天不把你碎尸万段，我誓不为人！你给我死！就是现在，顶级剑意给我破！死！就是现在，顶级剑意给我破！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呀，长老，你的腰子怎么冒烟了？老夫的腰子好着呢。啊，这就是那个储物袋，黑烟，好大的黑烟！长老，你该不会是修炼什么功法走火入魔了吧？难不成你在裤裆里偷偷烤红薯了？我修的是正宗太初功法，你。舅舅，你的屁怎么是黑色的呀？不可能，封印怎么失灵了？是魔气，好大的魔气！他是魔教卧底，你想杀人灭口？我去，真的是魔修！执法长老居然是魔修，快跑啊！不是，你们听我解释，这不是我的，这是我捡的，捡的。谁家好人捡个魔煞珠挂在裤腰带上？大家都别信他，他就是想杀人灭口！你个小杂种，老子今天要撕碎你的嘴，给我死！系统说10秒后宗门大阵轰杀邪魔，我就在这等着。3、2、1。
救！我，何人毁我执法堂长老？没事。雷劫魂晶，极品筑基宝物，状如红石，5秒后将被赶来的内门长老刘青云落地时一脚踩碎，暴殄天物。什么？极品筑基宝物，还被一脚踩碎了？这他妈能忍？老子的机缘谁也别想动！他要毁尸灭迹！好险！刘长老，你终于来了！是楚墨这个妖人，他不知道用了什么邪术，引来宗门天雷，逼死了舅舅。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妖术，一个断体期的人竟敢杀害宗门长老，不管是不是邪术，伤害长老就是死罪。老夫这就送你上路。嘿，长老，明明是王长老，他才是魔修。闭嘴！执法堂做事，何许你个丫头多嘴？刘青云隐藏身份，贪污公款，为了强行突破，刚服用了一颗药性极烈的虎狼丹，此刻体内灵力极度不稳定，若在30秒内动怒，并强行运转灵力，药力将逆流攻心，导致经脉逆行，当场喷血。刚吃了药是吧？想杀人灭口是吧？行，那我就帮你通通气。哎呀，刘长老，你也想杀我？莫不是你怕我说出你和王刚分赃的账本吧？你说什么？哎呀，别以为你们做的天衣无缝就没有人知道。其实王长老那天喝醉了，跟很多人都说了。他说你们私下串通，私吞宗门灵石，就把证据藏在小畜生，你竟敢胡言乱语，给我死！给我死！3、2、1，就你也想杀我？我的气海怎么会？刘长老，你也练了邪功了你？哎呀，我都说恶人自有天收。王长老遭雷劈，刘长老遭反噬。赵师兄，下一个就到你了！你别过来你！哦，是圣女，圣女叶倾城来了。参见圣女。都起来吧。圣女，您来的正好。此名为楚墨，心术不正，勾结魔教，暗害王长老，还有妖法，将老夫打成重伤。此等魔头，当诛九族啊！你胡说！勾结魔教，好大的胆子！身为杂役弟子，见本圣女不贵，还敢行凶？圣女，好大的威压呀！不问青红皂白，就凭这老狗一面之词，就定我的罪。这就是你们太初圣地的规矩吗？放肆！你是在教本圣女做事？不敢。我想说，王刚因身怀魔煞珠被天雷轰杀，这也能赖我勾结魔教。刘长老自己贪功冒进，吃虎狼药被反噬，也能怪我头上。圣女，若你不瞎，看地上仍有魔气残留。牙尖嘴利，不管真相如何，你以下犯上是事实。想以势压人，行，既然你不讲理，那我倒要看看你这圣女到底什么来头。姓名叶倾城，身份太初圣女，命格天生寒体，子红颜薄命，灰近期转折，因修炼急躁，体内寒毒已入骨髓，3分钟后因受此地残留魔气牵引，寒毒全面爆发，修为暂时全失。若无至阳至刚之物压制，将有性命之忧。寒毒入骨，急需至刚至阳之物续命。巧了，这雷劫魂晶不就是至阳至刚的吗？这我的玩意儿我刚抢到手。叶倾城，
现在你高高在上，等你寒毒发作，我看你跪不跪得求我。楚墨，王长老惨死，刘长老重伤，桩桩件件都指向你，你作何解释？还请圣女明鉴，我刚刚把话讲得很清楚。还敢狡辩！圣女，别跟他废话，直接搜魂！圣女，宁可错杀1000，不可放过一个。这杂医院魔气森森，定是这小子布下的魔阵，请圣女出手将其镇煞。魔教之事，兹事体大。楚墨，虽然你言之有理，但为了宗门的安危，我必须要检查你的神魂。少女，求求你不要对我家少爷出手，搜魂会变成白痴的。我家少爷是好人。月儿，好一个名门正派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就要搜我的魂。糟糕，这是魔门血迹！妈，我不想死！我的手，我的手！少爷，好难受，不会有事，我感觉喘不上气。没事的。名称：嗜血献祭大阵，残缺。触发条件：吸收了王长老的灵台净精血，阵法提前激活。近期转折，阵法正在强行抽取阵内生灵生机。苏连月因体质特殊，将成为首要抽取目标。3分钟后，精血枯竭而亡。破阵之法：东南角阵眼地下3寸处极不稳定，需以顶级剑意以上的极致杀戮之力瞬间穿透，方可摧毁阵基。这玩意儿是吸王长老的血激活的，还要先吸我家月儿的精气，老东西死了都不安生。嗜血大阵，王刚这个疯子，他连我也要杀。大家退后，我来破阵。该死！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寒毒爆发，灵力被封，我就连剑都握不住了。圣女，怎么连你也……完了，全完了！老夫灵台尽毁，圣女身中寒毒，天放我呀！我不想死，谁来救救我呀？你躲开！你一个断体期修士，你挡不住的。女人，闭嘴！你。少爷，给我破！我操！什么玩意儿？吓死爷了，差点就要了我的小命！月儿，快给少爷发行乱没乱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巧合，这一定是巧合！这可是血祭魔阵，哪怕是残阵，也绝非人力可破。啊，可能是刚才因为阵法本身能量耗尽，对，一定是这样。楚墨啊，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，肯定是刚才你运气好，碰上阵法本身能量耗尽。你一个断体期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懂阵法？对啊，
刘长老，你真是眼光如炬！我哪懂什么阵法呀？我刚才就是腿软，想去找个地方扶一下，没成想我这手指头一戳就破了。肯定是运气，绝对是运气。小心，有残余魔气！哎，你别过来！哎，我操！哎呀，太恶心了！刘长老，咱们这杂医院卫生条件也太差了。徒手捏爆魔气，这还是之前那个废物吗？这个人那么牛啊，太强了，这连长老都做不到吧？刚才那一指太帅了，这明明是深藏不露的大佬，竟是传说中的剑意化形，连宗主都未曾领悟的无上剑道，他一个杂役弟子，怎么可能掌握？难道此人一直是在扮猪吃老虎？这等剑道造诣，怕是万年难遇的绝世妖孽。这就是你们说的血祭魔阵？我以为多硬呢，我这一戳，就像捅窗户纸一样，就破了。圣女，你怎么了？好冷。啊，圣女，你挺住，老夫这就为你压制寒毒。好霸道的寒毒啊！没用的，寒毒被魔气引动，唯有天地间至刚至阳的奇物，否则我必死无疑。至阳至刚的天地奇物，这种穷乡僻壤哪里去找啊？哎呦，这天真冷啊！哎呦，手都冻麻了。哎呦，还好我有一个暖手宝，太暖和了。雷劫魂经。什么？这就是传说中蕴含天雷之力的极品至宝雷劫魂经，怎么会在你手上？这玩意儿叫雷劫魂经？我还以为这是长老身上的结石被劈下来了呢。有了这个东西就能救我，给我！给我！圣女大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刚才还要搜我的魂，治我的罪，这时候要抢我的暖手宝，你变脸可真快！我是太初圣女，只要你肯救我，宗门重重有赏，你想要的我都可以给你。切，画大饼谁不会啊？刚才这老头还要送我上路呢。你们啊，画的大饼我不吃，我胆子小，胃口也差，消化不了。哎，你要怎样才能救我？很简单，我要你放下高高在上的嘴脸，像个求人办事的样子，求我。我是太初圣女，想要什么都有人跪着送来，想让我求一个杂役，做梦！不行，我真的会死，没时间了。楚公子，我求你救救我！啥？你说啥？刚才风太大，把你的声音吹跑了。你对我喊打喊杀的时候，嗓门不是很大吗？楚墨，我求你救救我！只要你肯救我，我倾城以后任你差遣。圣女，这才对嘛！早知如此，也不会受这样的罪了。你干什么？魂经给我！魂经力量太过残暴，你现在身体虚弱，如果直接使用，你身体承受不住。我来帮你引导，
小畜生，你敢！你皮肤还挺滑。我说这寒毒深。哎，别乱叫啊！别人以为我对你做什么了，正剧毒呢，严肃点。行了，你的小命呢，算是保住了，剩下的晶石自己慢慢炼化。累死我了！这可是个技术活，得加钱。这人明明嘴那么贱，行为那么无赖，却又真的救了我，还把如此珍贵的魂晶送给我。月儿，你没事吧？刚刚没吓到你吧？哦，少爷是在给人治病，你要相信我的人品，少爷绝不是那种人。没事，少爷，月儿没事，只是刚刚看到你救圣女。不过少爷治病救人的样子好像大英雄。性能：苏联月，情绪：吃醋、微、崇拜、极、命格：极度旺夫、金。触发奖励：因宿主单中展现霸道一面，令转世女帝芳心大动且产生微妙危机感，触发旺夫超级暴击。获得机缘：上古护宗大阵阵盘残缺，说明太初圣地护宗大阵的核心阵盘之一，可操控外门区域所有阵法禁制。就是吃醋也能报机缘，操控外门所有阵法，有了这玩意儿，在外门我岂不是横着走？月儿，你真是我的超级福星，以后得多让你吃点醋，多让你崇拜崇拜。哪个不是死活的狗东西，敢动我的京城？小石石，快救救圣女！石石，就是这小子，非礼圣女。非礼？杂役蝼蚁，谁给你的狗胆，敢碰我的京城？哎，萧师兄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我刚刚是在给圣女治病，再说医者仁心，你懂不懂？再说是圣女求我摸的，啊不，是求我救她的。我这个人心又软，根本拒绝不了美女的请求。治病？你一个外门杂役，会治病？我看你就是趁机揩油。京城兵情郁结，怎么会让你的脏手动弹呢？哦，按照萧师兄你的意思来讲，圣女的命没有所谓的名节重要，你为了所谓的名节，就可以眼睁睁看着圣女去死？我要是圣女，肯定不选你呀，是不是圣女？闭嘴！我想做什么，还轮不到你来插嘴。真是不讲道理啊！太初圣地的真传弟子，就只会仗势欺人吗？就是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拳头才是硬道理。我比你强，我说你是非礼，你就是非礼。这帮人真是一个德行，上来就要杀人。平台境巅峰，硬拼肯定打不过。不过幸好老子刚拿到阵盘，正愁没地方施威力呢。就算我要把你千刀万剐，抽魂炼魄，谁敢说个不字？少爷小心！给爷起！师侄，禁制？你怎么会操纵宗门禁制？萧师兄，火气别这么大，容易肾亏。只许你们喊打喊杀，不许我开个盾防御啊！我这叫正当防卫，懂不懂啊？
懂不懂啊？这是虎聪大阵的气息，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难不成他和宗门里的某位老怪物有关系？大门左道，我看你能挡我几剑？死！这是护宗大阵，累死他都砍不破。萧师兄，用点力啊！是没吃饭吗？用点力啊！砍不破吧？略，哼！我要杀了你！住手！萧晨，你在干什么？清城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这个家伙对你下了药？你放心，我这就杀了他给你出气。够了！谁让你这么做的？清城，我是在帮你啊！刘长老说他非礼了你。不是，刘长老胡说八道。楚墨，他是在给我疗伤。他呀，圣女你疗伤？疗伤需要摸？这不亲密接触吗？哎，萧师兄，你误会了。当时圣女寒毒发作，情况危急，我只能用特殊的方法推宫过血。虽说有肌肤之亲，但为了救命，圣女都不介意，你急什么？就是。肌肤之亲，你真的碰了他啊？我不信！倾城冰清玉洁，怎么可能让你这种垃圾碰他？是你用妖术蛊惑的他！我要杀了你！萧晨，你敢违抗我的命令？为了你的清白，违抗又如何？给我死！给脸不要脸！你真当我只会开盾呢？既然你想拼命，那我就让你见见太初圣地阵法真正的威力。昆龙阵，给爷绑了！惊雷阵，给爷劈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放开我！我是真传弟子，你敢用阵法困我，我算你死罪的！死罪？哎呦，我好怕呀！你刚才拿剑砍我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死罪啊？现在跟我讲上法律？哦，门规。来，给你做个电疗，通通经络。连真传弟子都，这小子疯了，真的疯了！引动天雷，他对阵法的掌握力竟然达到了这种境界。小畜生，给我等着！谢顿符，有报！想跑？给我回来！哦，萧师兄，你的身法不行啊！真传弟子，就这？小兔崽子，你该说！今天我收到的辱，我一定让你百倍奉还！啊！姓名：萧晨，命格：天命主角伟，多宝童子红，近期转折，身为真传弟子，随身携带一枚古朴戒指，内藏一缕残魂。因刚才强行燃烧惊险，残魂陷入沉睡，正是掠夺的最佳时机。机缘物品：运灵古剑，掠夺方式：以赔偿精神损失费为由，强行录下戒指。我操！随身老爷爷，这可是主角的标配啊！萧师兄，你是送财童子，当的也太称职了吧！萧师兄，你就别再拿言语恐吓我了，差点伤了圣女，还吓唬我，还毁坏了公务，这笔账，咱们是不是该算一算？我没毁坏公务啊！精神损失费懂不懂啊？哎，你这枚戒指不错，要不然你就拿它抵债吧。不行，这是我王母的遗物，不可能给你的。刚才就是这个手拿剑砍我的吧？既然你不想赔，那我就自己拿了。
哦，不，这是我的命根子，还给我！再动，拿来劈你了！恭喜宿主成功掠夺运灵古剑，气运值加5把，消成气运受损，跌落这路人甲。气运拿来吧你！现在你的命根子归我了。全完了，我的机缘。哎呦，全是手汗，真不讲卫生。嘿，看什么看？没见过抢劫啊！再看收费了啊！一人10枚灵石。走。老东西，你楚墨，嗯，今日之事，萧晨他虽然有错在先，但他毕竟是真传弟子，身后又有太上长老撑腰。你今日抢了他的戒指，又羞辱他，恐怕会有麻烦。哎呀，虱子多了不嫌痒，债多了不嫌愁，反正都得罪了。即便我现在把戒指还给他，给他跪下喊爸爸，他能放过我吗？以他的性格，恐怕不能。那不行了，反正横竖都是死，肯定先爽了再说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很简单，圣女大人不是答应我任凭差遣吗？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我要你，你们把这间院子打坏了，我要你把它恢复好。还有，以后在宗门里，我家月儿要是被欺负了，你要替我摆平。我这个人怕麻烦，打打杀杀不适合我这种斯文人。就这？不然呢？难不成我还让你给我暖床啊？你虽然你人长得漂亮，但是我家月儿会吃醋的。少爷，无耻！行了，都散了吧。还有萧师兄你呀，回去多吃点6味地黄丸补补肾，别那么火大。我哎，圣女大人，我这门框可是黄瓜梨木做的，别看外表没有伤，但里面全是内伤。你一定要用最好的料子把它修好，要是少1颗钉子，我就去执法堂告死你！嘿嘿，哇！楚墨，你给我等着！今日之耻，我萧晨若不报，誓不为人。迟早有一天，我会连把这里拿回来。师兄，看把你给炸的，你没事吧？楚墨这小子也太猖狂了，他简直没把你放在眼里啊！他，废物！要不是你谎报军情，我今天怎么会在这么大跟头？你消消气啊！可我也不知道楚墨这小子咋藏这么深啊！戒指，戒指我一定要拿回来，它是我的成道之基。师兄，这小子现在有阵法护身，硬来肯定是不行。不过过几天就是万门大比，按照宗门规矩，所有人都不能使用阵法和法宝，只能凭自身修为硬拼。我看你这个东西废物怎么死！没错呀，师兄，到时候你在擂台上光明正大的把他给废了，哪怕是圣女也挑不出理来。
好，楚墨，我就让你再多活几日。我们走。楚墨，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一定会查清楚你的底细。硬邦邦的，这看起来也不是金子，难不成萧晨拿个镀铜的来糊弄我？太不是东西了！哼！少爷，喝茶。少爷，这毕竟是真传弟子的宝物，听说这类古物里都藏着脏东西，要不咱们还是扔了吧？扔了？这可是战利品，就算是个铁圈，我也要把它熔了，打个铁锅。行。出来！整整300年了，老祖我终于重现天日了！鬼！少爷有鬼！不用怕，一缕残魂而已，啊，没事的。竟是个毫无灵根的凡俗蝼蚁。不过这身皮囊倒是气血充盈，勉强可以用。小子，被本座看上是你的造化，乖乖献出肉身，本座赐你一场长生机缘。等一下，长生机缘这么好的东西，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，让你尝尝我顶级剑意的厉害。剑意，你他妈阴我！哎呀，手滑了。大佬，误会，就是误会。老朽只是想出来透透气。透气？你是想透我的底吗？老东西，你吓坏我不打紧，若是吓坏了我家月儿，这精神损失费该怎么算？我只是一缕残魂，身无长物啊。没钱？没钱你装什么大尾巴狼？那留你也没什么用，我就把你变了，当灯油，点天灯用。别杀我，我有用。我是丹魔老祖，我会炼丹，我脑子里有失传的万古丹经，还有天地灵火的线索。哎呀，原来是老前辈啊！你看你，早说嘛！我就说前辈骨骼惊奇，一看就是散财。不对，得道高人。来，快，前辈，快把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丹经啊、灵火的线索，快写出来啊！送给我当见面礼，以后跟哥混，我保你吃香的，喝辣的。我给还不行吗？这老头挺肥啊，不仅有了炼丹传承，以后还能当个随身老爷爷用。萧晨啊，萧晨，你真是我的好运输大队长。少爷真厉害，居然连鬼都怕你。机糙物料，月儿，快去给前辈上炷香，好让他把丹方写出来。今晚不写完，不许睡觉。我操你！哎呦！我操，你真是太帅了！即便老夫当年要碰到小哥你啊，也得暂避锋芒。这才对嘛！写吧。少爷啊，月儿想求你一件事。月儿，怎么了？是谁欺负你了吗？没有人欺负月儿，月儿只是之前一直躲在你身后，月儿也想修炼，想变得厉害些，这样
就能保护少爷啦。我家月儿长大了。凡人想要修炼，谈何容易？就是给他绝世功法，也是浪费。体质九阴玄刹体，未觉醒，资质万古无一经，适合功法玄冰玉女诀，当魔老祖处可获取。九阴玄刹体，这名字一听就很牛逼啊！而且功法就在这老头身上，这运气也是绝了，不愧是天命女帝。老前辈，你刚刚说什么东西浪费来着？我没说过呀。你说了，我听说你有一本玄冰女诀，拿出来，正好给我家月儿练练手，怎么样？你怎么知道我有这本功法？这可是我压箱底的宝贝，非绝世天才不能练。给不给嘛？给，这就给。帮帮忙。谢谢少爷。出发！哎，我要杀了你！我的契约，我的戒指，全都没了。哎呀，师兄，您消消气儿。虽然戒指没了，但咱还有机会呀。只要在大比上把它给废了，把戒指拿回来不就行了？废话！我一想到他那个乌龟壳阵法我就来气。师兄，他用不上，他不让用。哎，我还打听到，太上长老最近炼制出了一炉燃血魔丹，虽然这个副作用大，但是只需要一颗就能瞬间让您的修为暴涨至半步同玄。燃血魔丹，那可是禁药，吃了可是会折寿的。师兄，那折寿也比丢人强啊！到时候那小子要是在擂台上风光无限，那您这真传弟子这脸面往哪儿搁呀？还有，圣女那边……别说了，为了杀楚墨，折寿又如何？拿出我的令牌，去太上长老那里求药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让楚墨死无葬身之地。师兄英明，我这就去办。气沉丹田，抱元守一。好浓郁的灵气波动，这杂役院果然有古怪。难道楚墨背后真的有高人指点？月儿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少爷，好热，有点胀。忍一下，马上就进去了。这两个人在做什么？光天化日，大晚上的，竟然行如此苟且之事。我是说，灵气马上就进入丹田了。哟，有老鼠。那个，今晚夜色不错。确实不错。圣女大人，这是想我了。
大半夜来趴我家门缝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是来给你送外门大笔请帖的。送请帖？我还以为是哪个采花大盗看上本少爷的美色，想来劫个色呢。闭嘴！谁要劫你的色？我只是路过，顺便看看你有没有死。虽然我魅力大，但你这么主动，我会害羞的。无可救药。这就跑了？脸皮这么薄？哼！丫头，这玄冰玉女诀可是上古神功，入门极难。想当年，老祖我那个精彩绝艳的圣女徒弟，可是足足花了3个月才感应到第一次气感。小子，你也别抱太大希望。凡人修炼本就是逆天而行，你这小侍女虽然长得有点姿色，但看这呆头呆脑的样子，怕是连第1层口诀都要背上个3、5年。要我说，别白费劲儿了。他的身体给我夺舍也行。姓名苏连月，体质9阴玄刹体，正在觉醒中，资质万古无一金，修炼加成，修炼冰系功法速度加100%，近期转折。初次修炼玄冰玉女诀，将引发天地异象，一夜连破5境。10000倍加成，3个月感应气感。我家玉儿可是9阴玄刹体，乡巴佬没见过世面。等会儿吓死你个老东西！你个老东西，一天天话咋这么多？玉儿，别听他瞎逼逼，就按刚才的感觉，少爷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少爷放心，月儿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努力有用的话，还要天才干什么？看着吧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他就会……我操！灵气灌顶，这他妈是入门，难不成是直接筑基？基草56啊！修为凡人，断体1重，断体2重，断体3重，断体4重，断体5重。修炼这就完了吗？少爷，这修炼也太简单了吧，像喝水一样。一夜5重境界，喝水一样。我他妈练了几百年，练狗身上去了。这丫头是个妖怪。你才怪我，臭老头。老前辈，是谁说的入门要背3、5年口诀的？脸疼不？大佬，我错了，有眼不识泰山。这丫头是个妖孽。师兄，师兄，这燃血魔丹药性太烈，听说吃了它如同万蚁食心，寻常人可承受不住啊！寻常人可承受不住啊！我又不是寻常人，只要能杀了楚墨，就算让我下18层地狱，我也认了。师兄，这场洞我
我要你千倍百倍的还回来！啊！这就是半步通玄的力量吗？太强了，实在是太强了！这一次，我要当着全宗门人的面，把楚墨那个废物活生生的撕碎！啊！恭喜师兄，神功大成！楚墨就算是三头六臂，在师兄面前，那也只是个屁！楚墨，你以为抢了我的戒指就能翻身？做梦！这一次，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！可恶的家伙，下手那么狠，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。明明是个贪财好色的无赖，为什么会有那种恐怖的剑意？甚至连这等宝物都随手送人。楚墨，你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？圣女，您没事吧？是不是寒毒又发作了？脸怎么这么红？没事，就是有点热。热？这才刚入秋。哦，对了，圣女，外面都在传说萧晨师兄为了在大比上杀掉楚墨，好像去求了什么禁药。什么禁药？萧晨他疯了吗？他求的什么药？不知道，听说是从太上长老那里求的，好像叫什么燃血丹，反正是种很厉害的禁药。染血魔丹，那可是透支生命、换取力量的邪药。如果萧晨真的吃了，实力必然暴涨。楚墨虽然有些手段，但他毕竟只是断体期，唯一的阵法依仗也用不了的话，他肯定会死的。不行，我不能欠那个无赖人情。他若死了，那我这魂晶该找谁还？他那么嚣张，活该他死。但是，他那人虽然讨厌，但罪不至死，而且他身上有那么多的秘密，他要是真的就这么死了，对宗门也是损失。我不插手大比，但我可以去试探一下他的实力。他若真的弱，我便可以强迫他退赛，保他一命，这样也算是还了他人情。楚墨，本圣女可是为了救你才屈尊降贵的，你最好识相点。真甜！我家月儿越来越会体贴人了。少爷喜欢就好。再来一个啊！日子过得挺滋润的，死到临头了还有心情吃葡萄。我说圣女大人，你走路没声吗？还有，这大清早的咒我死，这不吉利啊！就是吉利。萧晨已经服用了染血魔丹，修为暴涨至半步通玄。外门大比上，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杀了你。你没有阵法，拿什么跟他斗？哦，半步通玄，听起来挺吓人的。所以呢，圣女大人，你是来替我收尸的吗？我是来救你的。如果你现在宣布退赛，我可以保你不死。退赛？那可不行！这次我可是押了我全部身家，我自己啊！要是退赛，我岂不是赔得连底裤都不剩了？钱重要还是命重要？当然是钱重要，没钱
怎么养我家鱼儿？不可理喻！既然你找死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。不过，在你想要送死之前，我想要看看你到底有几斤几两。拔剑吧！哼，想试探我？不过，哼，我可是有出场费的人。无耻，看剑！哎，少女，您等等，小翠啊！这种教训下人的粗活，哪用得着您亲自？大胆楚墨，圣女肯指点你，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，还不快跪下道谢？喂，那个小丫鬟，看什么看？你家少爷马上就要被我家圣女打趴下了。我家圣女可是剑道天才，3岁练剑，10岁就能悟出剑意，同阶无敌。我看你拿什么比？拿嘴吗？您不许这么说我家少爷，我家少爷很厉害的。厉害，会在杂役院混吃等死？我看也就是个只会躲在女人身后的软饭男。你胡说！你胡说！为了公平起见，我压制修为至断体期，只使用剑招，不动用灵力，免得受我欺负你。行，那我就陪圣女玩玩。不过咱们事先说好啊，输了可不许哭鼻子。大言不惭，看剑！好，小心！这是落雪剑法，圣女这一招飞雪连天，虚实相生，看那小子怎么跑！看到了吗？你家少爷只会像猴子一样乱窜。加油！哦，你就只会躲吗？这都不行了。哎呀，圣女大人剑法太花哨了，晃躲眼晕。慢点，慢点，小心扭了腰。油嘴滑舌，看剑！这是寒梅吐蕊，这可是圣女的成名绝技，同阶之中还没人能破，那小子输定了，死定了！这里有个洞哦。有个洞，喂。少爷赢了！这怎么可能？圣女的剑掉了。你披头散发的样子，可比你刚才凶巴巴的样子顺眼多了。你刚刚是怎么做到的？明明那一剑根本就没有破绽。没有破绽，在我眼里，你的剑法就像漏勺一样，全是窟窿。要是我想，刚刚戳的可就不是你的手了，而是你的喉咙。你作弊！你肯定用的什么妖法？妖法？要不你下来，我也用这树枝教教你怎么做人啊？不，你别过来！我就说我家少爷很厉害的吧。哎，我输了。看来你确实有狂妄的资本，可是萧晨已经是半步通玄，而且他不会像我一样压制修为。我劝你还是好自为之。去。圣女！哎！你出场费还没给呢，下次记得带钱过来。少爷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竟然连圣女都打败了，你知道吗？刚刚那个丫鬟被气得脸都绿了。
太接气了。低调低调，这只是少爷实力的一部分啊。是，少爷是天下第一大英雄，以后月儿也要像少爷一样，把那些坏人通通都打败。姓名苏连月，情绪极度崇拜，报表扬眉吐气，命格极度旺夫金。触发奖励，因宿主当众击败圣女，为女帝转世狠狠出了一口恶气，令其芳心大悦，触发旺夫至尊暴击，获得机缘万古不灭体初级。说明上古第一炼体神功，肉身成圣，万法不侵，专克一切邪祟魔功，染血魔丹的特殊效果对其无效。我操，万古不灭体，专克邪祟魔功，这他妈不是专门给萧晨准备的吗？他吃魔丹变半不通玄，我有不灭体万法不侵，这一波稳了。哎，少爷，你想什么呢？月儿，你真是我的大宝贝！少爷，你快放我下来！晕了！怎么回事啊？这什么体质啊？金鸡玉骨，气血如龙，连老夫的魂魄都不敢靠近。小子，你刚才是不是背着我吃到什么上古神丹了？这一眨眼，肉身怎么这么强？吃药？吃什么药？庸俗！知道什么叫做天赋异禀、资质过人吗？懂不懂什么叫做天选之子？嘿嘿嘿！切，你就吹吧，不想说拉倒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装大尾巴狼？老头儿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没太听清啊。误会，这都是误会啊！老朽刚才老眼昏花，这就是天赋，绝对是万古无一的绝世天赋。这还差不多。以后说话注意点，我这人脾气可不好啊！老头儿，帮我长长眼。现在凭我的肉身，能不能扛得住半不通玄的攻击？你这肉身硬度都快赶上灵气了，别说半不通玄，就算真正的通玄境，想要打死都得费点劲儿。而且我看你这体质好像天生克制魔系，小陈要是敢用魔功打你，那乐子可就大了。那就好。哎，老头，既然你这么闲，不如帮我练点东西啊。练什么？我可没实体，练不了丹。我不用实体，借你魂火一用，练几枚爆灵丹，给宗门大比助助兴。爆灵丹，这么低级的玩意儿，还要老祖我亲自动手？切，不练的话，只能送你回戒指，关禁闭了。哎呦，练，这就练，真练啊？练。像样，我还治不了你呢。关门大比正式开始。此次大比前10名可入内门，前3名可入藏经阁，挑选玄阶功法。第1名便可获得准圣子候选资格，更获得极品灵器1枚。准圣子候选，那可是一步登天啊！
这一次我一定要拼了！只要能进前10，以后也能在家族里横着走。少爷，少爷，奖励好丰厚啊！少爷这么厉害，肯定能拿第1名。那是自然，到时候我就把灵气给你切水果用。切水果？哼，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。一个靠阵法的废物，没了乌龟壳，怕是连第1轮也撑不过吧？哟，这位师兄长得挺别致，这嘴巴是刚吃过大蒜，说话怎么这么冲啊？我是外门排名第10的张狂，楚墨，别以为你剑法赢了圣女就可以无法无天，那是圣女让你。待会儿在擂台上遇见我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残忍。行，残忍！希望你到时候上擂台，你的拳头和你的嘴巴一样硬。就是。咱们走着瞧。小师兄到，闲杂人等通通闪开！好可怕的气息！小师兄好像变强了好多。听说他还练了神功，是为了准圣子的候选资格来的。楚墨，你还真敢来送死！我还以为你会待在那个破屋子里面当一辈子缩头乌龟呢。哎呀，小师兄，几天不见，这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？牙尖嘴利，希望一会儿在擂台上，你的骨头也能这么硬，我会亲手一根一根的把它打碎。小师兄，火气还是这么大，你还是有那力气，好好想想怎么赔我的精神损失费吧。不知死活！赵虎，我们走。是。参见掌门，坐吧。掌门，时辰也到。大比第1轮第1场，杂役弟子楚墨对战外门第10张狂。小子，这可是老夫特意为你安排的开胃菜。张狂那疯子下手没轻没重，我看你怎么死！张狂？少爷，怎么会是张狂？他打人从来不留手的，少爷你一定要小心啊！没事啊。第1场就遇上张狂，这家伙运气怎么这么差？张狂虽然只是外门第10，但手段很大，楚墨不会第1轮就被淘汰吧？报应来了！这张狂可是收了我的灵石，答应要废了楚墨的一条腿。好好看着，好戏要来了。没事，放心吧。我上去了。少爷你要小心。楚墨，想不到吧？咱们这么快就见面了。你刚才不是很狂吗？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是不是吓傻了？啊？你这么大嗓门干什么？也不怕吓唬小朋友？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装逼？这张狂可是出了名的疯子，据说上个月刚单挑了一头2阶妖兽，把妖兽的脑袋都砍下来了，而且还听说他把封魔刀法练到了大成，出刀必见血。楚墨一个靠运气的断体期修士，拿什么跟人家比？
可惜了一副好皮囊，今日怕是要变成两半了。唉。楚墨，只要你现在跪下，磕3个响头，再叫声爷爷，或许我可以考虑只断你一条腿。我刚才没听清，这擂台上怎么有狗叫啊？哎呀，这擂台也不打扫干净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放出来。楚墨，你敢骂我是狗？哎，我可没指名道姓啊，是你自己对号入座的。既然你承认了，那我也没办法。找死！我现在就废了你！哼，杀鸡焉用牛刀，一点建议足矣。我的风魔刀法，怎么可能？你竟然徒手接住了！这就是你的权利？太弱了！哼！破！破！少爷厉害！徒手接灵器，还能用剑意震碎刀身，这怎么可能？圣女，这还是那个只会耍嘴皮子的无赖吗？楚墨，你到底还藏着多少底牌？看来我之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，这家伙分明是在隐藏实力。不好意思，你这刀质量太差了，一碰就碎了。对不起啊。少爷，少爷，你太厉害了！我还以为张狂有多厉害呢，没想到竟然被少爷2根手指就打飞了。一般一般，世界第3。主要是他那刀太脆了，要不我还想多玩一会儿呢。太厉害了！徒手接白刃还能震碎灵气，这他妈是断体期！看来之前大家都看走眼了，楚墨一直在扮猪吃虎啊！这小子竟然藏得这么深，看来一般的货色根本奈何不了他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，连个杂役都处理不好，要他们何用？师兄息怒，这张狂确实废物，连楚墨的一脚都没碰到。不过师兄您放心，下一轮我记得下一轮是你的人吧？是，下一轮这李二狗对战他那个小丫鬟苏连月。这李二狗实力比较弱，但是整人这块那可是个行家。那你传音给李二狗，告诉他别着急，要慢慢的羞辱那个侍女。既然那个楚墨那么在意那个侍女，那我就要先毁掉他最在乎的人。第2场比试，杂役弟子苏灵月对战外门李二狗。少爷，到我了。没事的啊。月儿，你不用怕他，就按昨天晚上那个感觉打，谁要欺负你，你就揍他。出了事儿，少爷给你兜底。去吧。那我去了。哎呀，去吧，放心。李二狗，先别赢，先好好折磨折磨他。小妹妹，那么水灵，你不在家乖乖绣花，跑到这上面来干什么？难不成是想来陪哥哥玩呀？
是想来找哥哥玩吗？哎呀！哟，别害怕好不好？如果你害怕的话，就认输。等下陪哥哥喝杯酒，哥哥保证不会打痛你的。你无耻！等下还有更无耻的呢。来，让哥哥摸一下。少爷说过，打架要快很准，能动手绝不动口，还要这么打脸。少爷说了，谁敢欺负我，我就往死里揍！干得漂亮！这是那个柔弱的小侍女，一掌冰封，这他妈是断体期！这一仆一主都是什么怪物？少爷，刚才月儿是不是太凶了？有没有让少爷丢脸？凶？哪里凶了？我家月儿明明就是仙女下凡呢。还有，刚才那一巴掌打得太解气了，以后谁要欺负你，你就这样扇他啊！少爷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姓名苏连月，情绪极度甜蜜，自信心爆棚，命格极度旺夫金。触发奖励，因宿主当众宠溺，令女帝转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与幸福感。触发旺夫爱意暴击，获得机缘破旺金童初级，说明上古神童，可勘破一切虚妄幻术弱点，哪怕是半步通玄的魔功破绽，在金童之下也无所遁形。我操！破旺金童，这简直是及时雨啊！萧晨那身魔功看着虽然吓人，但肯定全是破绽。有了这双眼睛，我直接叫他做人。月儿，你真是我的超级外挂！少爷，月儿，月儿，你真是我的福星！少爷，这对狗男女，死到临头了还在那卿卿我我。对，太不是东西了。师兄，您一定要好好的折磨他。月儿，你真是我的福星！果然是个登徒子，真不知道那小丫头看中他什么了。圣女，您这是吃醋了？胡说！谁吃那个无赖的醋？我只是看不惯他那轻浮的样子。楚墨那小子虽然有点邪门，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都是徒劳。萧晨已经是半步通玄，这一场就是他立威的最佳时机。只要萧晨赢了，我在宗门的地位也能水涨船高。肃静。下一场比试，真传弟子萧晨对战外门第5王丽。楚墨，好好享受你最后能呼吸的时光吧，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萧师兄也太帅了，楚墨给萧师兄提鞋都不配。玉儿，你听见了？为什么大家对我的敌意都这么大？难道是记得我长得太帅了？哎呀，优秀也是一种罪啊。可能是萧师兄最近火气太大了吧？萧晨，
这有病得治，别在那儿满嘴喷粪。你要是有那个时间，不如去那儿把厕所扫扫，也算是为松门做贡献了哈。就是。你牙尖嘴利的臭小子，看你待会儿还能不能笑得出来！萧晨，你也太目中无人了！我也是外门拳武的高手，看招！碎石城！聒噪！太强了，简直太强了！这是外门第5啊，居然一袖子就被扇飞了。这就是半步通玄的实力吗？萧师兄简直是神呐！这次大比第1一定是他。刚才那一击，不仅仅是灵力浑厚那么简单，这其中还夹杂着一股极为霸道的血煞之气。这萧晨恐怕已彻底入魔了。入魔？那楚墨岂不是死定了？断体期对战半步通玄，其中还隔着灵台境这道天堑，再加上这诡异的魔功，这楚墨就算肉身再强，剑意再高，也绝对没有任何胜算。少爷，要不咱们认输吧？那萧晨太可怕了。认输可不是你少爷的性格。少爷，你要出事了，月儿也不想活了。哎呦呦，你还真打算和少爷殉情啊？可惜啊，阎王爷嫌我话多，还没打算收我。再说，你家少爷可是9面猫妖转世，命啊硬着呢。师兄威武，师兄无敌，不像某些耍嘴皮子的人，现在已经被吓尿裤子了吧？好啊！不愧是真传弟子，果然有大帝之姿。看来这一次外门大比的第1名，非萧晨莫属啊！楚墨，看见没？这就是绝对的力量。你在我面前，就跟那个王帝一样，是一只随手可以捏死的蚂蚁。蚂蚁？萧师兄，你是不是对蚂蚁有什么误解？蚂蚁可是能举起比自己重10几倍的东西呢。希望一会你在擂台上还能保持你的幽默感。行，你开心就好。不过友情提示一下，话别说太满，容易打脸。哼，咱们走着瞧。哼。本场比试，赵虎胜。楚墨，你小子今天死定了！我别打了！萧晨胜，外门大比最终决战，杂役弟子楚墨对战真传弟子萧晨。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没事，我去了。少爷。楚墨，我为了这一刻准备了好久，今天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葬身之地？萧师兄，我看你印堂发黑，最近得有血光之灾啊。此子气息浑厚，虽有些许驳杂，但年纪轻轻就能触碰到通玄境的门槛，确实难得。看来我太初圣地后继有人呐。掌门说的极是。
萧晨这孩子，平日里修炼刻苦，尊师重道，实乃我宗门之福。至于这个楚墨，虽然有些小聪明，侥幸赢了几场，但终究难登大雅之堂。这种只会投机取巧之人，若是让他进了内门，恐怕会有损宗门的风气呀。是啊，这修仙一途终究要靠实力说话。这楚墨看着就不像是个正经修士。对呀，对呀，且看吧。若是萧晨能胜，这准圣子之位便给他又何妨？连掌门都看好萧晨，楚墨，你这次真的是凶多吉少。小翠，待会儿楚墨若有生命危险，你立刻制造混乱，我会趁机救他。就算违背宗门规矩，我也不能看着他死。圣女，这可是大罪，为了那个无赖，值得吗？值得，他救过我的命，我叶倾城绝不欠人情。老天爷保佑！只要能让少爷没事，月儿愿意少活10年，啊不，少活50年。找死！上掌！我的天，这就是半步通玄的实力吗？完了，楚墨这次死定了！这就是得罪萧师兄的下场。楚墨，下辈子投胎记得把招子放亮点儿。好，这一掌威力绝伦，楚墨必死无疑。只要他一死，所有的秘密都将烟消云散。破网镜头，看，找到了，左肋下3寸，魔气运转的死角。萧师兄，你的胳肢窝好像有味道啊，是不是最近没洗澡？你做了什么？我的灵气怎么溃散了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弱点的？这可是太上长老教我的魔功啊！魔功？这也配叫魔功？我看叫漏风功吧，全是窟窿，我都不知道抽哪一个好。楚墨，这都是你逼我的，你就别怪我心狠手辣！我在二阵爆发！快跑啊！圣女，小翠，楚墨有危险，你制造混乱，我要去救他。楚墨，快离开！楚墨，快离开！完了，少爷！哼，死得好，死得好啊！这就是你的大招吗？也不过如此嘛。不灭体质怎么可能？这是传说中的身体，你一个废物怎么可能会有呢？不灭金身，万法不侵，这家伙手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你打爽了吧？现在该到我了吧？我不信，我才是接运之子，我才是真传弟子。哼，怎么可能会输给你一个废物呢？想跟我拼命，你也配？系统，给我解锁。姓名：萧晨，状态：魔挡反噬前夕，红，极度危险。近期转折，因强行催动2段爆发，魔丹药力即将失控。若击中其眉心魔鞘，魔丹将立刻逆流，使其当场爆体而亡。眉心魔鞘，好机会！
我的修为，我的修为，我的魔丹！我的失控了！小狼，小狼救我！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呸！死了！半步通玄的萧晨，就这么死了？我操！赢了！楚墨赢了！一直废掉半步通玄，这还是杂役吗？大胆楚墨，竟敢在擂台上残杀同门！你这就是魔道行径！来人呐，随老夫一同将楚墨拿下！哎，刘长老，你这眼睛是不是应该去看一看了？萧晨那家伙吃鸡药多少玩变异了，带着大家一起玩完，您看不见啊？我这是在做好人好事儿，帮宗门清理垃圾呢。你够了！此战楚墨胜，还得是萧晨服用禁药，死不足惜。刘长老监管不力，罚去思过崖面壁10年。掌门，让我们饶命啊！掌门圣明。掌门，既然我赢了，那准圣子的奖励呢？准圣子之位归你，极品灵器稍后自会送到。楚墨表现不错。我操，准圣子一步登天啊！谁能想到，昨天还是个杂役，今天就成了准圣子，简直是励志典范呐！楚师兄也太帅了，刚才那一指简直帅炸了！楚师兄，我要给你生猴子！还得是我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这他要是找我算账，我不死定了吗？少爷，哎呦，你吓死月儿了！傻丫头，哭什么呀？少爷这不是赢了吗？走，咱们回家。这个男人不仅实力深不可测，回家，而且有勇有谋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对那个小侍女真好。或许我之前真的看错他了。圣女，你看什么呢？谁看他了？我只是在想，欠他的人情该怎么还。可是你的脸比刚才的还红。闭嘴！哎呀，哎呀，这可是我得的啊！小子，你真的赢了！你一个断体期，一指头戳死半步通玄，那可是半步通玄呐！机舱物料，半步通玄怎么了？小爷我照样一巴掌拍死。再说，我有我家月儿望我，想输都难。少爷，最厉害了，那个萧晨那么坏，死有余辜。那是当然。姓名苏连月，情绪崇拜至极，爱意泛滥，
命格、极度旺夫、金。触发奖励：因宿主在大比中展现无敌之姿，彻底征服了女帝转世的芳心，触发旺夫终极暴击。获得机缘：混沌吞天诀至尊级，说明天地初开时的无上功法，可吞噬万物灵气、血气、丹药为己用，无视境界瓶颈，修炼速度加99999%。我操！混沌吞天诀，无视瓶颈，这他妈不是直接起飞了吗？月儿，你真是我的心肝大宝贝！今晚少爷要闭关修炼，你去门口守着，谁也不许进来啊！月儿给少爷守着护法，我去了。小子，你这是要干嘛？这么多零食，你是要撑死自己吗？你说这点零食，撑死我了？老头儿，你也太小看我了吧！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做真正的修炼大法。混沌吞天诀，给我吸！让我看看所谓的至尊级功法到底有多变态！我操，这是什么功法？这么暴力的吗？吞噬成功，修为提升至断体9重极境，突破成功，晋升灵台1重，吞噬继续，晋升灵台2重，修为暴涨，灵台3重、4重、5重、9重巅峰。这小子绝对是个怪物，哪有人这么修炼的？心魔呢？平静呢？都被他吃了吗？还不够，给我破！哎呦！宿主修为已经达到通玄境。通玄境也不过如此嘛。老头儿，我现在的身体够硬吗？够了，太够了。哪来的乞丐？你怎么进去的？你快走开，我家少爷在闭关呢。哎，快走快走！你玉儿，是我，你家少爷。少爷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刚才的动静闹得好大，我还以为是遭雷劈了呢。也差不多吧，不过炸我的不是雷，是灵气。傻丫头，我让你守在外面，你还真不去睡觉啊？月儿没事，只要少爷没事就好了。少爷，我感觉你的修为又强了好多，比那个萧晨还要厉害。那是自然，也不看看是谁忘的。走，收拾收拾，咱们搬家。搬家？搬去哪儿？去那里，圣子洞府。就这个破地方，怎么能配得上我家月儿？咱们也去住豪宅，睡大床。走。好的。长老，我不甘心。楚墨那小子凭什么当准圣子？看他杀了萧晨师兄，他还羞辱我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老夫比你更想弄死他。这小子不仅杀了萧晨，还让老夫
在掌门面前丢了脸，此仇不报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他现在是准圣子，有掌门护着，我们也不好动手啊。明的不行，那就来阴他。虽然掌门护着他，但宗门的规矩大过天，只要抓住了他的把柄，就算是掌门也保不了他。把柄？他有什么把柄啊？他一个杂役，突然间实力暴涨，身上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更何况萧晨死得蹊跷，虽然掌门说是药物反噬，谁又能知道是不是楚墨这小子用什么魔道的手段？长老的意思是查他？不仅要查，还要让他身败名裂。记住，此事你我都不能出手，需要找个狠角色。谁？刑法堂长老李铁山。这家伙可是条疯狗啊！只要被他咬上了，就算不死，那也得脱层皮。更何况他还是萧晨的亲舅舅。李铁山长老，楚墨这次死定了。哎，月儿，你看这里好啊，多气派！站住！内门重地，闲杂人等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大的胆子！看来内门撒野。哟，这不是那个靠运气赢了大比的杂役吗？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。就是，他跟圣女这关系不清不楚，我估计呀，这准圣子也是睡出来的吧。哎呦，这谁呀？大晚上的叫魂呢？我是新晋的准圣子，回自己家也要撒野。准圣子？我呸！手续没办全以前，你就是个低贱的杂役，而且有人举报你在大比中作弊，使用魔道妖法残害同门。楚墨，在这件事情查清楚之前，你不仅不能进内门，还得跟老夫去刑罚堂走一趟。一旦查出来，就要废你修为，断你四肢，扔你进万蛇窟。作弊？李长老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我是掌门亲口承认的，你算老几呀？你敢质疑掌门？放肆！在这里，老夫就是天。我说你有罪，你就有罪。还有你这个小贱人，身为同伙也要一并带走。早就听说你在杂役院的时候就不干净，正好带去刑罚堂，让兄弟们好好查一查。老狗，你找死！找死？就凭你？来人，给我拿下！没想到死了一个萧晨，居然还有这么多牛鬼蛇神跳出来送死。既然你们非要往枪口上撞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滚！
装神弄鬼，跟基部那废物也敢在老夫面前虚张声势。今日，老夫就替你爹娘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姓名李铁山，近期转折，昨晚修炼邪功过度，导致经脉逆行，若动怒必遭反噬。老东西玩得挺花啊！既然你这么喜欢玩火，那我就给你添把柴。李长老，哎呀，你这面色红润，是不是昨晚修炼过度导致气血翻涌，想压都压不住啊？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！哎呀，大家快看，这李长老的脸红得像猴屁股一样。哎呀，该不会练什么见不得人的功法，走火入魔了吧？哦，对，我听说床上功夫练多了，会导致爆血管啊！小畜生，你敢污蔑老夫，我要撕烂你的嘴！哎，你看，让你别动气，你偏不听，不听好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呸！月儿，这里空气太污浊，待久了容易变傻。走。连李长老都被气吐血了，这楚墨也太邪门了吧！快别说了，让他走吧，我们可得罪不起这个煞星。还有你们这群杂碎，记住这张帅脸，以后见到绕着走。绕着走，听到没？走，月儿。走。哇，少爷，快点！哇塞，这床好大，这边也好大。月儿，你慢点儿。哇塞，这里也好大。少爷，我坐在这里霸不霸气？霸气。淡定点儿，这里以后就是咱们家。好耶！这床这么大，咱们两个想怎么滚就怎么滚。哎呀，少爷，你看吧，我洗水果去。哎呦，这丫头还害羞了。楚墨，你还有心思睡觉？李铁山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哟，圣女大人，这深夜造访，怎么想我了？来，坐床上聊聊。我跟你说正事儿，李铁山的功力深不可测，而且他和邪教有勾结，萧晨就是他的爪牙。那正好，一锅端了，省得我一个个找，怪麻烦的。你能不能正经点儿？那可是李铁山通玄境巅峰的强者，他的实力只在掌门之下，放眼整个大千帝国，那可是数一数二的存在。他想碾死你，轻轻松松就碾死，你拿什么比？圣女大人这么关心我，是不是怕我死了之后没有人给你暖床啊？谁要你暖床？我只是不想欠你人情。人情？那好办啊！你现在以身相许，咱们两清，怎么样啊？少爷，你们在干嘛？月儿，你听我解释，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刚才圣女大人的眼睛里进沙子，我帮她吹吹。对对，我眼睛里进沙子了，吹吹。洞口有风。对。可是这洞口也没有风啊。怎么能没风呢？别疑神疑鬼的，明
就是没有风。哎呀，明明有风啊！快去帮圣女大人冲杯茶压压惊啊！这东库……哎呀，我说没有就没有啊！楚墨，你个混蛋！此仇不报，我李铁山誓不为人。这个小畜生必须死！长老，那小子现在是准圣子，咱们不好动手啊。明的不行，那就玩阴的。宗门至宝一直是由我保管的，如果他出现在楚墨的洞府，会怎么样？栽赃陷害？没错，盗取宗门至宝是死罪了。到时候就算长老想保他，也堵不住悠悠众口啊！长老高明啊！哼！楚墨，给老夫滚出来！哎呀，李长老，哼，这大清早上的来给我送果肉包子，我可不吃啊，太骚了。老夫是来送你上路的。有人举报你盗取宗门至宝，意图对宗门不轨，老夫今日要搜查你的洞府。搜查？我可是准圣子，没有掌门的手谕，即便是刑罚堂也没资格搜我的家吧？掌门闭关，刑罚堂有权行事，谁敢阻挡，格杀勿论。给我搜！给我搜！慢着！姓名李铁山，关系萧晨亲舅舅，红死仇。近期转折，为了给外省报仇，私吞宗门至宝太初神镜，并伪造赝品栽赃楚墨。真正的神镜藏于其腰间储物袋内，一旦暴露，其魔教卧底身份将彻底坐实。原来是萧晨的舅舅，难怪这么急着送死，还要送我个魔教卧底的大功劳。李长老，你人还怪好嘞。行，搜吧。走。不过别把我的床弄坏了，那可是镶金黑檀木床，可贵了，弄坏了你要赔啊！注意点，你也注意点。少爷，哎呀，别怕，没事没事。找到了，长老，就在楚墨的床底下，这就是太初神镜。楚墨，你完了！这次人赃并获，我看你还怎么狡辩？我看你还怎么当这个准圣子？你就等着被废去修为，打进万蛇窟吧！人赃并获，楚墨，盗取宗门至宝，那可是死罪呀！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李长老，你这戏演的真不错，道具准备的挺充分。不过，你确定这太初神镜是真的？哼！各位同门，大家都来看看，这就是咱们新晋的准圣子，不仅在大比中残害同门，现在还盗取宗门至宝太初神镜，他简直就是咱们宗门的败类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没想到楚墨竟是这样的人，必须严惩。太初神镜乃宗门气运所在，此子竟敢动歪心思，挡住！你们胡说！少爷没有偷东西，你们分明就是在污蔑！哎呦，呵呵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？我看你也是同谋吧，小贱人，给我滚！赵虎，你再敢动他，我废了你！你敢威胁我？
大家都看到了，这就是他的真面目。他一个小偷，还敢这么嚣张！长老，杀了他！住手！圣女，此事证据确凿，难不成你想包庇这个罪人吗？我不相信他会偷东西。圣女，你莫不是被这个小子的花言巧语给骗了？人赃并获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楚墨他连雷劫魂镜那样的至宝都能随手送人，又岂会贪图你一面镜子？我相信他。如果他是小偷，那我叶倾城愿与他同罪。哼！没想到除了月儿，最信任我的竟然是他。圣女，你这样信任我，我都想以身相许了。不过，死胖子，既然大家都想知道真相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我说这面镜子是假的，你们不信。那我说真的镜子，在这个死胖子的手中，你们信不信啊？信！放屁！老夫身为刑罚堂长老，怎么可能私藏宝物？私不私藏，一试便知。据说太初神镜是通灵之物，只需注入一丝灵力，便可显形异象。李长老，你敢对你手上的废铜烂铁注入灵力吗？楚墨说的有理，既然是神镜，一试便知真假。李长老为了服众，你就验证一下吧。李长老，你就验证一下吧，也好赌有有重口。这如今神镜受损，若是强行验证，万一毁坏了宝物，谁来担这个责任？楚墨，你这分明就是在故意拖延时间。就是，李长老是为了宗门的宝物着想，你一个小偷还在这胡搅蛮缠。李长老，太初神镜乃是极品灵器，坚韧无比，怎么可能验证一下就毁了？对啊，李长老若是心里没鬼，为何百般推脱？是呀，圣女说的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李长老，你就验证一下吧，也好赌有有重口。你们既然相信一个小偷，也不愿意相信老夫，好得很。既然你们非要逼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小崽子，受死吧！小心，就等你这一次。滚！通玄镜，你竟然也是通玄镜！我操，楚墨也是通玄镜，他才多大？妖孽，绝对是妖孽！李长老，你这通玄镜水分有点大，连我一掌都接不住啊！你假的，你这分明就是凡铁所打造的赝品。赝品？真的是假的！李长老居然欺骗我们，真的是假的！死胖子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你监守自盗，残害同门，栽赃陷害。小畜生，你别得意！就算这镜子是假的，你也证明不了真的在我身上。行吧，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出来！在这儿，就在你身上！李铁山，你见色起意，还污蔑一个小辈，简直是丢尽了我们长老的脸。身为刑罚堂堂长老，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。太恶心了！平时里看着道貌岸然，
背地里干出这种勾当的事。就是啊，伤害楚师兄，简直丧心病狂，要逐出师门！去死吧！清理门户！是我栽赃的，那又怎么样呢？这就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胜者为王。你们这些伪君子，平日里满口仁义道德，背地里什么龌龊事没干过啊？冥顽不灵，诸位长老，随我一起拿下他！一群老蚁！呀！杀人了！长老被杀了！快跑快跑！这就是李长老的实力。楚墨，你今天死定了，神仙也救不了你。说得好啊！既然你这么忠心，那就把你的精血也献给老夫吧。李长老，你说什么？来吧！这股气息超越了通玄境，半步神游，即使是掌门都不曾达到神游境界。完了，太初圣地完了。好好的人不做，非要做鬼。小畜生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现在的我捏死你，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，受死吧！姓名李铁山，境界半步神游，弱点急功近利，魔气运转不稳，眉心绳停穴，为魔气中枢，也是致命死穴。万古不灭体，开！这是什么体质？居然能挡住我的魔掌！破妄金头！混沌吞天诀，给我吸！这不可能！我是半步神游，我是无敌的！斩天拔剑术，给我死！这是什么剑法？半步神游，就这？哼，我还以为多强呢。少爷，你太厉害了，刚刚吓死我了。哎呀，少爷说过，为了你，我很惜命的。好，好一个斩天拔剑术！楚墨，你出魔未到，立下大功，我宣布，即日起，你就是我太初圣地真正的圣子了。哦，拜见圣子！圣子耶！大家不用客气，快起来吧。掌门，我看圣子就算了吧，太累啊。我只想带着我家月儿去过一些逍遥日子。好一个逍遥日子，随你。走吧。走。哎，楚墨，你别误会，我只是觉得你这个人太过懒散，如果没有人看着你，你肯定会闯大祸。而且我欠的人情还没有还清，所以我决定日后亲自监督你修炼，直到还清你人情为止。监督我修炼？贴身监督吗？晚上也监督吗？
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就……哎，行，开个玩笑嘛。圣女大人若是愿意赏脸的话，那就一起走吧。正好我家月儿缺个陪练。少爷，我们回家吧。走，回家。哦，走喽。